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最近这段时间啊，咱全世界上夯上闹热的主题啊，就是 ChatGPT。人讲啊，伫无偌久的未来，伊会当亲像网络啦、智慧型手机啊、用过安尼，改变全人类的生活样态。那安尼啊 ，ChatGPT 到底是什么物件咧？相关的台语词，佮会当安怎讲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无啊，咱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回来分享。有一间啊叫做 OpenAI 的公司啊，伫2022年11月。公开发表一款软体啦 ，ChatGPT。这种软体啊，是一种 AI 系统的开工机器人啊。什么是 AI 咧 ？AI 的代语啊，就是人工智慧啊。啊，伊若 AI 哦，佫真厉害啊！但30岁以上的朋友，应该有袂少人啊，也会记得一段历史。伫1997年的时啊，有一台 IBM 的电脑叫做深蓝 Deep Blue。伊啊去预期日啊，赢下世界西洋棋冠军啊！这啊是电脑啊有史以来第一摆哦赢过人的头壳。这台深蓝啦，互人称呼做半 AI 啊，华语讲是伪 AI， 是安怎咧？因为啊，伊是靠工程师甲200多份的机谱啊，输入这台电脑的资料库内面啊，互这台电脑会当啊，根据这资料库啊，算出这部棋行了后啊，12步以来啊，所有的变化。当人类顶面啊，上关级的选手啦，嘛差不多敢会当算出差不多10步的后步啦。无怪啊，这台深蓝会赢。对啊，伫深蓝这台电脑赢过世界西洋棋冠军了后啦。伫2015年到2017年啊，这2年中间啊，另外一个叫做 AlphaGo 的软体啦，伊敢若靠自我学习的能力啦，就对啊，行围棋啊，棋力一般般啦，进步到世界上关级的水准啦。观众朋友啊，恁无听唔对哦。这款软体确实是会晓自我学习哦，所以啊，咱讲啊，伊是正经的 AI 的系统啦，人工智慧系统啦，伊毋是像英国的深蓝电脑，就靠资料库内面的机谱啦。这个 AlphaGo 会当靠家己啊去学行棋的方法，嘛会当透过和高手啊行棋的过程，互家己啊愈行愈进步，愈行愈敖行。这就是 AI 啦，人工智慧啊！伊啊创造出一种会当成功模仿咱人类学习的行为的软体啦，互咱电脑啊会当像人的脑共款，听好啊归纳、统整、分析、判断啊。但 AI 的发展愈来愈紧啊，到即马怎产生 ChatGPT 这款人工智慧的开工机器人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你唔通听到开工机器人啦，就认为讲啊，迄软体啊，就是要安慰遐孤单的人啦，含遐孤单的人啦，罔为先罔开工尔啦。无，这个软体上重要的，其实唔是伊会当含你开工啦，是伊会当回答你的问题哦。伊啊会晓写论文、写报告，甚至啊电脑程式、旅游，拢啊。会当回答这专业的问题啊！因过啊，咱得爱透过敲锤引擎啦，就是像 Google 啦、Bing 啦、百度啦，这软体啦，这敲锤软体，华语叫做搜寻引擎的啦，去找到问题的答案。总是这引擎啊，敲锤引擎是照你的关键词来吹啦。只要伊资料库内底的文章啊，有这个关键词的啦，就拢一条一条列出来，互你家己去拣。所以啊，会找到真济啊，和你要找的内容完全无关系的物件。总是啊，即卖 ChatGPT 这类的 AI 人工智慧软体就无共款哦。伊会当理解咱问的长篇的内容啦，佮会当甲资料库内面的内容啊，规个统整了后，互你一个真清楚、真完整的答案啊。安尼啊，敢是真厉害咧！
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今日甲大家小解啊 AI 人工智慧的简单发展，简单甲大家分享 ChatGPT 的功能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看用台语讲科技啊，是不是真心实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无啊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甲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